到第3日，今日我哋 join 咗一個 one day tour。由於今次只喺仙台逗留4日，喺冇自駕嘅情況下，一日去2個景點有啲困難，所以我哋喺某網上平台預訂咗一個一日可以去晒藏王狐狸村同睇樹冰嘅1天團。滿心歡喜，以為出發前2個月乜都訂好就可以做個 free rider。點知喺出發前大概半個月，突然收到電郵通知，藏王狐狸村嘅行程因為日本地震同埋積雪影響，山路狀況唔穩定，行程改咗去寶珠山立石寺。於是我哋嘗試揾相似嘅替代方案，但都係失敗或者已經滿額。最後我哋冇取消訂單，如期出發，心諗好彩仲有得去睇樹冰。出發當日集合時間朝早8點半，買咗早餐上車食。喺 Starbucks 見到啲特別嘅杯，竟然仲有和服版嘅紅公仔。第一個行程係寶珠山立石寺，呢個山寺位於日本宮城縣，係一座佛教寺廟。咁我哋到達咗第一個行程啦，就係嚟呢個山寺。寺廟名為立石，源於其特殊嘅地理形貌，周圍有好多自然石材同埋樹木，形成一種獨特嘅景觀。寺廟融合咗傳統嘅日本建築風格，內部裝飾有精美嘅佛教畫作同埋雕刻。由山門到頂有1015級，亦被稱為修行之道。據說每登上1級就可以解除一個煩惱，同時仲可以淨化心靈。石級有唔少積雪，行嘅時候要小心。呢度橫不用嚟。OK，撐住，繼續。終於行到最頂嘅觀景台。咁我都建議大家啦，如果有體力嘅話呢，有腳力呢，不妨行完呢一個上到嚟個觀景台，係睇到好靚嘅景嘅。咁而家都影少少俾大家睇。今日天色就唔係話咁好，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哋逗留好短時間就開始沿路落山。臨離開之前，敲下幸運鐘，行埋附近嘅手信店，見到手掌咁大嘅魚手。最後欣賞埋呢個咁靚嘅景，就準備上車出發去第2個景點藏王樹冰。到達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藏王樹冰。藏王樹冰位於日本嘅山形縣同宮城縣交界，以巨大奇形怪狀嘅雪怪而聞名。呢個自然景觀係因為針葉樹受強風同低溫影響，樹上積聚冰雪，經過多次凍結同埋融化，而形成獨特嘅冰柱同冰塊。藏王嘅樹冰通常喺1月至2月期間最為壯觀，一大片針葉林被白雪覆蓋，景觀非常夢幻。藏王地區有唔少溫泉，亦係日本東北重要嘅滑雪勝地，所以亦都吸引唔少滑雪愛好者。不過睇唔睇到樹冰真係非常講求運氣，需要配合好天氣。加上今次唔知乜嘢原因，明明山碌站嘅纜車有正常運行，但係我哋嘅1天團最後安排改搭中央纜車。雖然預訂行程係有咁寫嘅，但係都覺得好無奈。亦即係意味住我哋今次去嘅並唔係最熱門嘅路線，要近距離觀賞一大片樹冰同埋登頂。一般會搭乘1號藏王纜車山碌線，由藏王山碌站到達樹冰高原站，再轉乘2號藏王纜車山頂線到達地藏山頂站。唔知係咪太熱門嘅關係，太多人排隊，導致我哋要改搭3號嘅中央纜車。大概5至7分鐘就到達霧冰觀景台。呢個位除咗係其中一個滑雪中途站，亦有唔少滑雪人士選擇喺呢度出發。喺度唯一一個景點就係觀景台旁邊呢個佈滿積雪嘅步道，一直行上去可以近距離見到幾隻雪怪，考下開運鐘，同埋可以探下迷你地藏王。室外嘅氣溫非常之凍，間中我哋都走入去連住觀景台嘅餐廳取暖，順便喺度食啲嘢做午餐。不過餐廳嘅選擇唔多，最後我嗌咗一個芝士火腿牛角包加粟米湯，團友就點咗呢個蛋沙律牛角包加羅宋湯。最貼心嘅地方就係有叉電位，唔記得帶尿袋嘅朋友仔都唔使擔心啦。食完個午餐，我哋都開始搭返纜車落山。今日運氣唔係咁好，個天都係灰蒙蒙一片，瀰漫住霧氣。喺纜車睇唔到個靚景，有啲失望。
所以如果你嘅目標都係嚟睇最震撼嘅樹冰，建議大家嚟之前可以去 YouTube 睇下啲實時鏡頭，考慮下當天天氣情況，再決定嚟唔嚟。落山之後，去咗附近一間便利店，見到有售賣唔同口味嘅山形特產雪糕。如果時間充裕，大家仲可以去到新左衛門湯浸溫泉。今次我哋唔夠時間，未有機會試，不過見到網上嘅官方圖片，感覺都唔錯。溫泉嘅入口連住餐廳，不過要留意營業時間。喺另一邊就有賣紀念品嘅商店。喺臨上旅遊巴之前，買咗一杯牛奶雪糕，味道就冇乜特別。食緊雪糕嘅同時，突然見到有滑雪受傷者被抬上救護車。滑雪嘅朋友仔記得要注意安全，量力而為。一天團完咗，返到仙台時間比較早，我哋去咗行街，之後去咗摸咗門釘幾晚嘅生蠔店，今晚終於食到。入座之前有唔同語言嘅指引俾你睇，另外亦都係以手機落單，咁就唔怕溝通唔到。先嚟幾款鰻魚燒蠔、牛油蒜蓉燒蠔同芝士焗蠔，之後就試下生蠔。另外我哋都點咗個魚生拼盤，最後嚟多份芝士栗子三文魚卷，味道幾好。之後仲有啲肚餓，去咗附近食咗碗雞白湯拉麵，結束今日，超級大滿足。下條片帶大家去到秋田縣嘅乳頭溫泉鄉，同大家一齊開箱蟹場溫泉，感受下呢個夢幻秘境。下集見。